Yes, I do。一到情人節咧，就好多朋友過嚟揾戒指，大家都係過來人。我相信咧，好多女仔咧都同我哋嗰陣時一樣，好想自己嘅男朋友咧可以同佢揀一隻又好睇啦又特別嘅戒指送俾佢。而白冰咧，佢代表住嗰種貴氣啦、純潔啦，同埋咧嗰種好有光感嘅珠寶感咧，都匯集喺一隻戒指身上。所以咧，呢幾盤嘅白冰戒指咧，都係為你哋嘅情人定製嘅。咁大家知道揀高冰嘅蛋面啦，除咗你哋經常聽嘅什麼茅台白啊、白月光啊、冰冰透透啊、玻璃種之外咧，每一個器型咧亦都好重要。呢度咁多嘅蛋面咧，每一隻嘅款式都唔一樣，我哋都係因應咧每個蛋面嘅光感、厚度同埋佢大細而設計嘅。呢一款咁大嘅，我哋完全冇托底嘅一個蛋面，佢就係達到好高冰嘅要求。咁白嘅、咁通透嘅感覺咧，佢係咪珠寶感好夠？如果係中意咧，兩邊鑲一個綠色作為點綴嘅呢一粒咧，亦都係好唔錯嘅。有啲朋友話：我中意啲兩用款嘅，你睇下呢一隻啦，既可以作為吊墜，又可以作為戒指嘅，咁一物兩用。呢個咧圓形嘅蛋面加個方形嘅，更加之大氣嘅一個設計，啱嗰啲比較成熟或者中意呢啲大嘅盤面嘅朋友，有啲更加之大嘅就係呢啲啦。無論你而家係小情人咧，定係太太，定係周年紀念，呢個情人節都可以送翻一個咁大氣嘅有牌面嘅戒指。中意一啲揀雙嘅，俾大家睇睇呢粒咁大嘅蛋面做咗個四爪雙，日常戴非常之大氣，細隻少少嘅，但唔等於佢唔靚啊。呢個嘅台面佢係咪非常之有光感？呢種嘅白度咧係真正嘅茅台白啦，起熒光嘅一個高冰嘅蛋面，我自己睇落都係愛不釋手嘅。為雙但係簡約少少嘅，我就唔一一介紹啦。每一粒嘅光感都好好，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喜好去揀。我哋世事經常聽嘅廣告，鑽石恒久遠，一顆永流傳。喺我睇嚟，蛋面恒久遠，一顆永流傳。仲有，大家都知道我哋做種水貨嘅，中意素圈嘅朋友呢，我哋呢度仲有非常之多素圈嗱，有種水有色嘅素圈啦，高冰起熒光嘅素圈啦，中意黃翡飄花嘅素圈啦，有少少紫色起光感嘅，又紫又綠嘅素圈。每一隻素圈呢，佢都係好唔一樣嘅。如果想揀翻一隻送俾自己嘅情人嘅，不妨同錢錢交流一下。關注錢錢，請翡翠唔踩蝦。